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，其实今天你从办公室过来跟我求婚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感动。他说这些干嘛？这么睡一晚上，肯定得着凉吧？药我也给你备好了，明天我就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妈实在是有点不放心。你说这么远的路，一路上会发生些什么，谁都不知道啊。放心吧。你说你还是个总经理呢，你怎么当的？你自己把事情都干完了，那你让公司的员工做什么？阿姨，公司的员工其实都已经……公司的员工也得各司其职吧。我作为老板，不得亲力亲为啊。再说了，现在这个直播旅行项目，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头等大事儿，我需要亲力亲为，是吧？行，我知道大理现在还很冷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厚的换洗衣服，放在这个箱子里呢，记得一定要拿出来穿啊，还有保健品。知道了，妈。这个 ITO 行李箱是我出国的时候你送给我的，用到现在还很结实。我觉得妈送我的东西是最好的。知道就好。你看你妈对你多好。哎，阿培啊，阿姨，我把志汉就交给你了啊，你一定要多照顾照顾他，有什么事情及时给我打电话。哎，阿姨放心。哎，妈，您给我吧。哎，拿好。哎，妈，爸，谢谢你们给我的最后一笔创业基金。这个项目，我从前到后已经改了8次，我很有信心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臭小子，什么时候开始跟你老爸这么客气了？我以前支援你的时候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一个谢字。长大了吧？懂事儿了。我也该长大了，该懂事儿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们才是我最亲的人，还是你们对我最好。注意安全啊！好好干啊，爸等你的好消息。我知道，爸妈，你们要保重身体，去吧，拜拜。注意安全啊！哎。是不是舍不得？哎呀，儿子长大了总是要飞的。是啊。走吧，进去吧。
我需要离家一段时间，你可以住在天台上，拖欠的房租我会打到房东卡上，别再当讨债鬼了。你睡相也太丑了。小金牌给你的，如果感冒了记得吃药。谢谢你保护我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我们的房车之旅现在开始。 Everybody, let's go! Yeah! 你们公司的活动当然要听老板的了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在停车场准备出发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些车里哪一辆是我们的座驾呢？猜一猜，当当，就是这一辆了。现在呢，夏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旅行的大概情况。都说旅行啊是检验真爱的一大标准，那么这就是我们举行这次爱情之旅的初衷。哎呀，我们的负责人已经站在这儿了。嗨，想要免费的旅行吗？请下载我们的软件。这是我们的司机先生兼后勤保障阿培哥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外貌和才华集于一身的阿培。还有另外一位团队成员，她现在还在路上，是一位美丽知性的活动策划人莉莉小姐。接着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爱情之旅的2位主角，他们是昨天通过直播活动选出来的一对情侣，迎接他们的将是这场非常浪漫的房车之旅。检验爱情的坚贞就在我们的浪漫之旅。想要获得免费旅行的，赶紧关注盛夏小姐姐哦。我看弹幕里面有网友在问说，我们这次的目的地，我们将要去神秘美丽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哦。这个地方呢，盛夏小姐姐也没有去过，一直都是在网上的图片里看到，有蓝天白云。师傅，黄坡北路，谢谢。哎，冯队，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，李新月要离开上海了，他要去香格里拉。怎么回事？现在楚山还准备搞一个活动，叫做爱情之旅，它是一个房车旅行的活动。那李新月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，必须要随车出行。想办法上车，顶级李新月，继续执行任务，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现在据我观察啊，李新月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，你确定我要跟他跟到底吗？普通小白领，小天儿，你是怎么观察的？之前拍卖会要求提供存款还有流程的证明，而李新月为了进入拍卖现场，存在着向赵小军借巨额高利贷的行为。是，这我知道。现在内部真慌，很可能就在李新月的手里。你能不能拿下这个案子 ？OK， 你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司机，快点！现在我们正在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等我们其他的成员。哎，我们幸运情侣来电哦！来，我们现场连线一下。
你们怎么样？到哪了？对不起，夏夏，我跟婉儿她……哎，没事儿啊，堵车，我们等着你们呢。不是，昨天晚上我们就因为整理行李的事儿吵了起来。她非得带漂亮的衣服，还有高跟鞋，我就说了她2句，她竟然要跟我分手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们昨天怎么没说啊？我本打算今天早上给她赔个50，可是你猜怎么着？她竟然把我的手办全都给扔了，我也要跟她分手。哎，分什么手啊？你们再聊聊啊！哎，这事儿有什么可分手的呀？分手就分手！哎，别挂呀！什么情况？那个我们这个待会儿再跟大家们继续直播。什么情况？他们刚闹分手了。要分手？不来了？啊，这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想想对策。阿梅，以前跟你去夜店玩的那些女孩，你能不能叫一个过来？不是 ，boss， 不是那么回事。你跟他说我给钱，不是钱的事儿。我要有，我不早跟你汇报了吗 ？boss， 要不你跟盛夏？别胡闹，夏夏是主持人，她得直播。Hello， 嗨，凯文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这位是阿培。哎，阿培你好，盛夏吧？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，我是丽丽。怎么样，人到齐了吧？咱们出发吧。丽丽，刚才出了点状况，之前跟我们约好的那对情侣来不了了。情侣来不了了。boss，要不我和丽丽凑一对？不行，刚才都已经介绍了，你是我们的后勤兼司机，这不是作假吗？那现在就剩你跟我了，咱俩凑一对。滚！不是你不跟我凑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现在组不成 CP，咱们这计划只能推迟了啊！别推迟啊，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？天要亡我。夏夏，你看看能不能在网上，我们现在在线选一对情侣，然后路上我们可以接上他们一起出发。我觉得有点悬啊，这大早上的工作日。楚总，我们要在这儿等吗？要不然我们先出发，如果有报名的话，我们在路上接上这对情侣呢。丽丽，我们这个房车之旅早就宣传出去了，如果现在没有情侣就出发的话，对网友怎么交代呀？可是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与其在这儿……李新月，啊？是你啊？你是来找我组 CP 的吗？啊！金小天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李新月，为什么要不辞而别？这位是……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是她的男朋友和未婚夫，你们也可以叫我 Sky。他不是我男朋友。丽丽，你有男朋友？误会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我喝多酒了，把他这张照片发到了网上，所以他就生我的气了。什么照片？你这个表情有点销魂啊！这你敢发网上？丽丽，原来你们俩住在一起啊？我不跟他住一块儿，他……你来捣什么乱？不好意思啊，这纯属是……原谅我好吗？我不能没有你。你有病吧你 boss， 这不就是现成的情侣吗？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要不然就他俩吧。真的是误会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完全在胡闹，和好之旅。我们再给你们开一个情侣套房。什么情侣套房？可以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一对超有意思哎，我觉得咱们就定了他们俩吧。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人。哎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是不是做亏心事了啊？昨天晚上故意把我灌多的，是不是？谁把你灌多？我现在要去工作，谁让你过来的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还有我未婚夫？你忘了我向你求过婚的，你说过我愿意。我已经答应你了，只要我工资一发下来，我马上打到你大姨账户，这房租不就给你了吗？你至于这样纠缠我吗？哎，你劝劝他，去吧。你早就看上楚志汉了，想接近他是不是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打听到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。你天天学法语什么意思啊？处心积虑想接近他。你查我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要是不带我走的话呢，我就
告诉他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等等，我正好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丽丽，我想了一想，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和这位 Sky 作为我们的主角情侣，继续我们的房车之旅。丽丽，你就当帮我这个忙。我知道初总，但是我跟他……我虽然很不想去，但是为了丽丽，没办法，我勉强同意吧。好，谢谢。我知道丽丽的态度是，丽丽，不，我真的……我刚才还有件事情没跟你说完，我觉得……好，我同意。丽丽，谢谢你。走吧，上车吧。走，啊，走。这个无赖。我还是觉得丽丽，上车吧。瑞佳，开始直播吧。哎，别拍我呀，你得拍他们俩，他们俩才是主角。不，你等一下啊！我问一下，你先别对我，先别对我，这就开始直播，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等会儿我问你什么？不是，最起码也得给我一个脚本吧，先排练排练吧。直播怎么有脚本啊？要的就是最真实的反应，只有最真实的反应才能打动粉丝。对啊。啊，现在已经不流行说台词的节目了。OK。丽丽，准备好了？我没问题。来，3、2、1 ，Exi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浪漫爱情之旅直播间，我是你们的主播夏夏，又见面啦！哇，我发现今天直播间里好多人哦，欢迎各位宝宝踊跃留言哦，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能看到，而且大家要飞机轮船，踊跃的刷起来哦！下载我们的旅行 App， 然后关注主播。宝宝们，今天就是我们旅行的第1天啦！大家知道啊，之前我们请来的那位情侣呢，他们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，所以没有能参加我们的旅行。在这里啊，盛夏小姐姐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早日解决矛盾，能够和好如初哦。那我们的旅行怎么办呢？大家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们又来了一位神秘嘉宾。来，这位是金小天先生，来打个招呼。打个招呼。好了，他就是我们这位新月小姐姐男朋友。来看一看他们俩，你们俩近一点，坐近一点。他们一位叫金小天，一位叫新月，我们可以叫他们甜心情侣，也可以叫他们锦鲤 CP， 大家更喜欢哪个呢？看看是不是很般配呀？微笑。那个好了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里的其他成员。这位坐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的高富帅老板楚之汉先生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楚之汉，欢迎来到爱情之旅。想要免费的旅行吗？请下载我们的软件。看有没有很帅？好，前面那位正在开车的是我们的萌萌的司机阿飞哥哥。好啦，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陪伴我们上路的我们房车里的装备哦。放在夏夏面前的这堆呢，这个呢是阿飞哥哥早上早起我们买的零食，是不是好贴心啊？好了，现在要介绍一个重要装备，也就是我们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重要装备。
喂，哎，冯队，是我。情况怎么样？那个，我现在已经作为她男朋友的身份混到他们队伍里去了。嗯，他同意了吗？勉强答应吧。好，看紧他。同时，你也要保护这个嫌疑人。搞清楚他们的行程路线了吗？我还不知道呢。尽快搞定他们的行程，我会安排人接应你啊。那个，冯队，不是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出了一件大事情啊。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原来全程的旅行啊都是直播的，我刚才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正脸已经暴露在镜头里了，我估计现在已经很多人看到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啊，这个节目如果不火的话也就算了，但是如果火的话，可能个把月以后我就变成网红了。那这一次卧底行动有可能是我卧底生涯的最后一次，你明白吧？我现在内心很复杂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只要你的身份不暴露，你也可以是任何身份。我会安排隐藏你的档案。是哦，你这句话说的挺有哲理的。行了，立即启动实时定位，注意信息安全，有任何情况及时跟我联系。啊，明白。还有啊，途中的联络要注意安全，想一个暗号吧。每次联络之前，先对暗号，确认一下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安全。暗号是吧？那我以后就叫你海盗船长怎么样啊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晚点再想吧，想完了以后给你发过去。尽快。拜拜。说的对，网红也可以是卧底。好，您放心。好，一定。哎，再见。弄好了没有啊？赶紧打印，送到会议室。哎，马上，还有几份儿。在这个女魔头手底下当差，每天得活活折磨死我上亿细胞。哎呀，快别说了，这昨天刚弄的文案，今天要让重新放配图，你说谁能不手忙脚乱的？好了，别说了，一会儿她又来了。你别说，我现在还真有点羡慕丽丽了。羡慕啥呀？这一道晴空霹雳，就这么歘的一下就给你劈下来一个帅哥，这两个人手拉手就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帅哥，旅行我都不羡慕。说真的，还有点想他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啥，不知道他在哪。他不是说去美国了吗？还去什么美国呀？出大事了！丽丽参加直播旅行。直播旅行？归队。现在我们的直播要继续开始了。现在呢，夏夏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想问问这对情侣哦，金小天和李新月，你们为什么想要参加我们这次旅行呢？我先来说吧，请给我一个静静。是这样的，我跟丽丽已经认识2年了，在这2年里，我们的感情出现了一点问题，但是我永远记得，丽丽曾经对我说过，如果要想证明一个男人到底适不适合你，就跟他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因此，我在这里要感谢我们伟大的初总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样来一趟免费的旅行，就请你推荐你身边的朋友，并且下载这款 APP。真是 perfect。那下面请新月小姐姐说说，你为什么要参加？香格里拉是个很美的地方吧，所以，哎呦，再说了，免费旅行谁不愿意呢？这么直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我其实还是我来替他说吧，请再给我一个静静。我刚认识丽丽的时候呢，她大学刚刚毕业，从这个女人身上，我看到了很多优点。她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自己在外面打工挣下来的，这样一个女人朴实而无华。她毕业了以后就进入到一家设计公司上班，但是现在已经辞职了。天哪，好羡慕啊！我好想去啊！又美学
又美景，还有帅哥美女。都干嘛呢？上班时间知不知道？活干没干完呢？公司请你们来干嘛呢？啊，来请你们吃白饭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活。作为一个都市小白领啊，在上海就是压力这么大的城市生活，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遇到过什么难题啊，生存困难啊？那当然了，每天吃泡面，喝西北风，躲避房租，疯狂挤地铁，为了买个面包都要等到晚上8点以后。这么惨？为什么要8点以后？便宜啊，8点以后肯定快过期了嘛，所以打折。但有的时候为了买到更便宜的，我还会走到附近的批发市场去买。就这样，这么穷啊？所以你想嫁入豪门是吗？你跟楚总联系这么密切，是不是想和楚总在一起，然后就变得富有起来？喂，这个问题不要问，切入主题。哟，这都钓上金龟婿了，还脚踏2只船。哦，好吧。好了，刚才夏夏是开玩笑的啦。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个金小天啊和李新月他们是一对现在正在冷战的情侣，因为之前呢他们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加入我们的爱情旅行，想要在这段旅行当中去挽回一下这段破碎的感情。那么现在啊，夏夏和你们一样都非常期待，在这段特别的爱情旅行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？而他俩到底是一对怎样的 CP 呢？到底是王子和灰姑娘的爱情童话，还是心机女和傻白甜的互怼故事呢？什么心机女？什么心机女？你说谁心机女？哎，你凶什么呀？我不喜欢人家这么说我女朋友。怎么傻白甜还挺痴情的？好了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快要结束了。现在我来预告一下下一站的旅行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杭州，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南的城市。想要随时关注到我们旅行的最新鲜的更新呢，请要加我们的关注，然后关注生菜小姐姐，然后飞机轮船不停的刷起来，继续哦。拜拜，就到这里了，爱你们，拜拜。太棒了！现在观看人数已经超过5万了，已经超过5万了，5万了！开车，夏夏来，哎呀，吃个薯片。楚大师，喂，赵老板啊，你好，是我啊。我想问一下，李新月呢？她今天方便见个面吗？李新月，人都没了。是失踪了。找不着了，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哪知道啊，我这也正着急呢。失踪了。喂，是我。李新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，我这边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需要支援。老板，姓楚的是指望不上了，你去办吧，找到那个丫头，把花拿回来。是。下一步的这个宣传的策划
我就想从西湖的那边睡去。边我们到了第2地。你是无赖吗？哎，我说，你能不能对你男朋友温柔一点？你为什么要说我是你女朋友？我不是为了给你保存点面子。我的面子你好意思说呀？我平白无故多了个男朋友，还是你这样的，我哪来的面子？好，难道要我告诉他们，你就是个讨债的，你欠我大1半？摊上你这么个鬼！哎呀，这么处心积虑要跟我撇开关系，是不是对那个男的有意思啊？我说金小天，你是有多无聊啊？外表看是个汉子，内心就是个八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之前每一任女朋友都这么说过。你要不要脸？神经病！摊上你这么个混蛋！过去。啊，不行，啊，不行，晕！哎呀，困，难受，啊，各位，这个休息区比较大，别走远了，15分钟之后，咱们这儿集合出发。下车散散步吧。哎，奇怪了，这没理由啊，对吧？那个是，哎，找到了。我说金小天儿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天那么热，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呀？大厅右拐，洗手间旁边有个水果摊儿，我看火龙果汁挺好吃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老板，我要2瓶火龙果汁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火龙果汁没有。啊？真没有，只有火龙果，需要吗？这旁边都没有卖火龙果汁的吗？真的没有，不好意思。都到齐了吧？都回来了。来了，你男朋友呢？睡着了。咱们可以走了。好，出发吧。好嘞 ，boss。就这几个火龙果，需要吗？我知道，那拿2个火龙果，多少钱啊？
20块钱一盒，一共是40块钱。一共是40块钱。不客气。倩倩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会儿我们进行第2次直播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第2次直播的。骚扰电话太烦人了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的行踪告诉赵老板吗？随你好了。不过我们已经顺利离开上海，至于那些财务公司的人，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你这是卸磨杀驴啊！那么驴先生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不是吧？